继续来看三八馆开始领开始开，国内的旅游大爆发，但是台北市敢若无感受到旅游的热潮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就广播节目向台北市长郭文泰来发话，希望台北市政府会当有一寡策略甲措施来鼓励民众来台北佚佗。王部长对三八馆振兴经济是真有信心，伊讲经济部刷落来，纾困3.0锁定着制造业，要帮业者渡难关。疫情发生后，台北市5000级的饭店拢冷冷清清，经济部长王美花嘛真烦恼。你跟柯市长喊个话吧，要有一些策略。台北市没有退出这样的措施吗？我的理解是很多的这个5星级饭店它有一些优惠，好有推出，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得更大一点，降价多一点，来吸引更多的中南部来体验台北。那我觉得应该是值得一推啦。都是三八馆，大部分的人拢领纸本的，不过王美花直接就设定数位券。我是领数位券，数位券，你是说信用卡棒还是支付还是？我是用支付。除了提振经济，嘛要补助像制造业，都受到国际疫情的影响，愈来愈歹。王美花讲，行政院后礼拜会提出上新的补助方案，将这个条例送入立法院，希望讲会使争取充分的预算，帮助业者渡过难关。